还没吃呢。有事儿吗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请你一块儿吃个午饭，顺便跟你说说美术大赛的事儿。这2天我有特别多的想法，咱俩沟通一下。你可别误会，完全就是美术大赛的事儿。你要是觉着不方便，那咱就改天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我约了钟老师一起。好啊，走。哎呦喂，钟老师跟廖老师约会呢，太巧了吧？不是莫有泰，你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冰原，你误会了。慢慢吃，啊。吃。何老师，那有钱付账吗？看得出来，大家对这次的考试都非常的认真，所以我也就不多说废话了。第一排同学拿好卷子，顺下来发过去。叶玉虎，我早都给大家说过，可以不会，但是不可以偷，不可以抄。哼，叶玉虎，来，让老师看看你下面藏的什么东西。廖老师，这明明是一张草稿纸啊！用自己的实力做题，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继续。李玉忠，这次怎么解释啊？廖老师，不就是张白纸吗？我怎么作弊了？没有作弊就好，继续。对付廖学兵，不能用以前的方法。这次我们不仅要考出好成绩，还要摧毁他监考的信心，这要两者兼得可不容易啊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张写满文字的纸，不戴隐形眼镜根本看不出来。哎，那隐形眼镜呢？我去，太狠了吧！停！时间到，最后一排同学，请把卷子收起来。太诡异了吧？咱们可能考得都这么好啊？莫非我人品爆发，他们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了？靠，
又中计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在研究《三国演义》。没想到我 Super Teacher 兵居然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。哎，算了，没抓到他们把柄，暂时让他们过关吧。小柯，彪哥，欠你们的钱我会想办法还的。我今天不是来找你要钱的，有个人想见见你。见我？走吧。怎么了？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？没有，福彦哥。我听说，因为那么点破事儿，就对你行了家法，他们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？没事儿，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，顺便呢，跟你商量点事儿。考试结果出来了，该及格的及格了，不该及格的也及格了，恭喜大家！周六早上9点半，校门口坐大巴去碧玉岛露营。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课下再去商量。现在我们开始上课。小美女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可等了你好久了。今天有没有想我呀？有啊，我挺想你的。今天你的表现真有趣。你怎么知道我有趣？你什么时候让我一睹风采呀？不要啊，人家刚刚洗完澡嘛。明天吧。好，明天，明天。春春，你都带什么好吃的了？特别丰盛，我给你看看啊，你看有蔬菜、调料、肠儿，我可以给你们做汤喝。哇，我带了烤鱼，真的？人都齐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就差廖老师了。展呢？不知道啊。嗯，老师。老师，钟凡，那个人都到齐了没有啊？齐了。廖老师，你都带什么好吃的了？啊，就啤酒啊！而且帐篷好像也没带。行，上车吧。班长先走，班长先走。你先按计划进行。孩子毕竟就是孩子嘛，再深也深不到哪里去。
老师，这里是哪儿啊？也没有看见海，绿岛也不知道在哪里。这哪儿啊？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从这到碧岛的码头还需要10公里的距离，走路需要3个小时。我们被骗了。我们是来远足的吗？这是我故意安排的，10公里不算很远嘛。你们平时一个个都疏于锻炼，今天刚好活动活动。有没有搞错？还要走3个小时？就是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走了。哎，你找谁？大爷，钟老师在吗？钟老师好，我给你问一下了啊。喂，钟老师在吗？啊，钟老师不在。不在。不在。我进去调个头啊。站稳步啊！有，好。哇，费小丹同学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呢？你这样是完全不对的啊！看着。李老师，我知道怎么弄。还嘴硬，拿着啊！哎呀，那这样才对吗？哇，慕容同学啊，你怎么可以把帐篷放到这里了？你没有看旁边全都是海吗？如果整车把你冲走怎么办呀？我去那边，那边。廖老师，啊，这扣子怎么搭的呀？我真的受不了你们这些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人啊！今天终于知道自己干活的艰辛了吧？还有你这搭的也是不对的，你没有看到这旁边都是石头吗？也挪开。现在帐篷都搭好了吗？如果有想去吃饭的呢，就去旁边捡柴，
注意不要走得太远。剩下的同学可以捡些石头搭灶台。啊，慕容同学，还有贝小丹同学，你们可以去捡点干柴回来。周安啊，你拿个桶干什么呀？喝水啊，放下。你去搭个灶台吧。搭稳一点啊。哎，老师，我们都去干活了，你干嘛呢？等着吃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老师要去巡视下周围，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，比如说狮子呀、老虎、大象、猫。总之，你要好好干活了。